约翰的批二书，我丢了写批予受竞选的夫人，甲你的囝儿。我真心疼恁，毋但我，连所有认捌真理的人嘛疼恁，因为真理踮伫咱内面，会永远甲咱同在。愿爸的上帝甲爸的囝耶稣基督赐咱恩典、怜悯甲平安，互咱的生活充满真理甲仁爱。我非常欢喜，因为我发现你的囝儿中间有人尊探爸的诫命，实行真理。夫人啊，我要求你，咱着相听。我伫写批予你的，毋是新的诫命，是咱对起头就领受的。咱照上帝诫命生活，就是听。这个诫命是恁对起头所听到的，就照这个诫命生活。有真侪迷惑者已经来到这世间，因唔公开承认耶稣基督做人来世间。这款人是迷惑者，是基督的敌对者。要小心，恁所做的工，才袂落空，反倒会得到充足的报赏。偏离无坚守基督教示的人，无甲上帝结连；坚守教示的人，才有甲爸以及囝结连。若有人去恁遐所传违背这款的教示，唔通接纳伊入恁的厝，嘛唔通甲伊请安，因为甲伊请安就是参与伊的歹行为。我也有真侪话爱写，毋过无爱用纸笔。我较毋忙去恁遐当面甲恁讲，通互咱的欢喜充满。甲你边边受竞选迄个姊妹的囝儿，要甲你请安。